我哋講到 DeepSeek 咧，事實上就屬於語言處理嘅模型，我哋一般叫做大語言模型 LLM。有啲係決策嘅，有啲唔係生成嘅。即係例如自動駕駛 Tesla， 咁佢會決定你要向左定向右。佢呢個係一個決策，但係算啦，呢個好技術性，我唔想扮專家啦，係啦。我叫做劉方，我係 LiveSync Robotics 嘅創始人。DeepSeek 喺今年年初出嚟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好震驚啦，因為佢畢竟咧係中國自己嘅技術突破。好多時一啲西方嘅大數據模型咧，都係唔可以喺香港或者係中國地區使用嘅時候咧，DeepSeek 係提供咗俾普羅中國嘅老百姓咧一個體驗 AI 大數據模型嘅一個機會。但係 DeepSeek 嘅模型佢真正嘅突破點咧，就係在於佢嘅訓練嘅方法，就係因為咧佢用咗一個純粹嘅強化學習 reinforced learning 嘅方法。例如 OpenAI 佢哋會去做一個嘅 LLM 大模型嘅一個訓練嘅時候咧，除咗機械嘅自己學習之外咧，事實上都有人類去俾一啲嘅反饋，去話俾呢個模型聽，佢輸出嘅結果係正確定係錯誤嘅，亦都會俾一啲標準嘅答案咧，叫呢個嘅大模型咧嘗試去向住呢個標準嘅答案咧去輸出呢個結果。咁但係 DeepSeek 就用咗一個突破性嘅方法咧，就係完全唔需要人類嘅干預，直接咧等呢個嘅大模型咧自己去不停咁樣去揾結果，同埋自己去評價自己嘅生成嘅結果咧係咪正確。呢一種嘅突破性嘅方法咧，令到佢訓練嘅時間咧係可以大大咁縮短，亦都可以減少咗呢個嘅算力上面嘅需求。根據 DeepSeek 自己公佈咧，佢哋訓練一個模型咧係用咗550幾萬嘅美金，只係需要咧用例如 Meta 或者 OpenAI 嘅模型咧1/10或者1/20嘅時間或者係資源咧就可以做得到。咁呢個咧就意味住咧，以前我哋以為咧係培訓一個大模型咧需要用好多嘅好高端嘅芯片，需要好多嘅錢係先至可以去做到。但係咧其實透過呢個技術嘅突破咧，係可以大幅度咁樣咧係減少呢個資源嘅需求。咁就意味住咧其實培訓同埋使用呢個大數據模型，唔係只係咧一啲非常之有錢嘅公司或者國家先至可以做到嘅專利，而係可能好多發展中嘅國家啦，或者啲細啲嘅企業咧，都可以參與呢個遊戲，亦都令到咧普羅大眾咧有更加多嘅機會係可以接觸到 AI 同埋呢啲大數據嘅模型，咁係令到成個社會啦同埋個人嘅生產力咧都可以大幅度咁提升。AI 咧就有好多種嘅，例如 DeepSeek 啊，或者係 ChatGPT 咧，事實上咧就係一啲 LLM， 即係話係大語言嘅模型。咁呢大語言嘅模型咧，係佢嘅強項咧，就係喺語文嘅理解同埋生成。即係例如咧，係佢可以睇一啲報告之後咧，好快咁樣去寫出一個總結同埋摘要啦。多語言嘅轉換啦，即係例如翻譯啊咁樣，佢都可以自己去書寫一啲嘅文稿，例如係一啲創意性嘅文稿又好，或者一啲正式嘅公文又好咧，佢都係非常之拿手啊。講緊大語言咧，唔係只係話人類講嘅語言。例如電腦嘅編程寫程式嘅語言咧，都係一種語言。咁所以事實上，大數據模型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咧係寫程式咧都可以增加好多嘅效率嘅。事實上咧 AI 除咗我哋講 DeepSeek 呢種嘅大語言模型之外咧，仲有好多種嘅。例如有啲 AI 咧專門咧就係做一啲視覺嘅處理，佢可以處理影像啦同埋影片、視頻。有啲 AI 咧就係比較擅長係處理一啲聲音同埋語音。亦都有 AI 係比較擅長處理一啲動作嘅信息，或者係自動化或者機械人嘅動作，例如 Tesla 嘅嗰個自動駕駛啦，亦都係一種 AI 嘅技術。亦都有啲 AI 嘅技術係比較擅長係處理一個嘅數據模型、統計同埋一啲預測性嘅分析。可以講幾個例子啊，係我哋可以點樣去用呢啲大語言嘅模型，呢啲都係咧我哋平時咧日常工作啦，或者日常生活可以做嘅。例如啦，我哋請咗律師幫我哋做啲事啦，咁咧律師俾我哋收費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嘅收費嘅摘要，咁就會話咧，佢喺咩時候同我哋傾個電話啊，或者開個會啊，咁咧就產生咗幾多個嘅即係可以收費嘅時間，咁咧會俾我哋一個帳單啊。咁如果我哋逐一核對，究竟係咪每一個鐘係咪都係真係發生過，或者係唔係收費係咪合理咧？咁可能就要對比好多嘅資料。但係如果咧我哋將
同呢個律師所有嘅互動，例如係郵件啊或者係短信啊，係全部咧輸入晒去一個嘅 AI 大模型入面之後咧，再將個帳單輸入埋落去，跟住叫大模型咧同我哋對比一下，究竟呢啲收費係唔係每一個律師建議要收費嘅時間係唔係都係真係發生過相應嘅工作？咁咧大模型就可以幫我哋比較快咁樣咧係做咗一個嘅校對，一個核對對帳嘅功能。咁呢個係非常之節省時間，我哋曾經咧都係親自係做過使用過嘅。例如係要寫一啲市場營銷 marketing 嘅一啲創作文稿啦，用 AI 嚟寫咧，事實上都係非常之耍家。你只係需要咧係輸入一啲你想去模仿嘅風格啦，或者係過去自己公司曾經係使用過嘅一啲宣傳文稿，又或者係出面啦競爭對手啊，或者業內一般嚟講嘅宣傳文稿嘅寫作方法咧，跟住要去參考翻呢啲風格嚟創作一個新嘅內容咧，佢都可以做得好快。咁你只需要咧喺佢AI 創作出嚟嘅文稿上邊咧，係再做一啲修改咧，就好快可以試用啦。另一個 AI 非常之有用嘅方面咧，就係寫一啲報告。有時咧寫一啲報告係需要係因為有一個要求啦，需要有摘要、有前言，跟住有內文啊，內文又要有個結構係例如有研究嘅問題啊、數據嘅處理啊、研究嘅結論啊，跟住最後又要可能多謝一啲支持嘅合作伙伴啊，咁都係非常之結構化嘅一啲寫作，可能係要寫幾百頁嘅一個嘅報告。如果完全係從零開始要自己寫嘅話咧，比較係花精神啦。但係咧 AI 如果佢只要睇過唔同嘅其他嘅文稿、類似嘅文稿，知道呢個格式嘅要求之後咧，你係可以咧俾佢我今次要寫嘅報告核心嘅發現係乜，跟住佢可以根據其他嘅呢個格式咧係寫翻一個似模似樣嘅報告嘅初稿出嚟，咁亦都可以大大咧係縮短我哋寫報告嘅時候嘅一啲嘅時間。仲有幾個使用 AI 嘅例子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個咧就係可以用 AI 咧嚟做會議嘅記錄。因為平時開會咧，可能會覺得哇講咗好多嘢之後咧要做記錄咧係非常之係即係非常之煩啦。但係事實上咧，你可以將成個會議咧進行錄音之後咧，就叫 AI 咧將個錄音轉成文字，跟住咧再將個文字咧又要 AI 叫佢寫翻一個總結，咁就可以咧係大大咁樣咧節省你做會議記錄嘅工作。同埋咧，用 AI 嚟去對比唔同嘅報價方案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節省時間嘅方法。你可以將唔同嘅 proposal 擺入去呢個嘅大模型入面，跟住咧叫佢比較兩個產品啊，或者兩個方案，將主要嘅功能同埋價格咧係分別係列出嚟做一個比較，令到我哋咧唔需要從幾百頁嘅一啲嘅報價書入邊咧揾唔同嘅資料。AI 咧可以好快咁樣咧係將好多份嘅報價書總結咗信息之後咧，做咗一個嘅表格，令到你可以好快咁咧進行對比。喺呢個 AI 浪潮之下咧，好多人都會擔心以後電腦 AI 會唔會取代咗人類嘅工作咧？有一句説話咧，我就比較認同嘅，就係咧，你嘅工作咧唔係被 AI 取代，而係被咧一啲識得使用 AI 嘅人取代。所以咧，我哋一定要與時並進，學識咧點樣喺 AI 嘅時代提升自己個人嘅競爭力。有幾點咧，我覺得係一般性咧，大家以後咧都需要喺 AI 時代必須要具備嘅技能。第一個技能咧就係一個一般性嘅 LLM 嘅素養。我哋係需要知道大數據模型而家嘅能力咧同埋極限呢個邊界去到邊度。而我哋要知道咧呢個邊界咧係動態咁樣急速咁樣發展緊嘅。即係我哋今時今日認為呢個邊界喺呢度，但係可能咧下個月咧呢個邊界已經係嚟到呢度。如果我認為一件事咧 AI 做唔到，但係咧其他人都知道已經做得到啦，咁我哋就落後咗。但係如果有一件事，我以為 AI 咧係能夠做到，但係事實上咧佢而家仲係做唔到嘅話咧，咁我亦都會搞錯。咁所以我哋要知道而家呢一刻究竟 AI 佢嘅能力同埋佢嘅極限係去到邊度。第二點咧就我哋需要一個鑑別呢個大數據模型結果嘅能力。一般嘅人啦，輸入咗一個問題問呢個嘅大數據模型之後，得出一個結果咧，就以為嗰個結果一定係真。但係事實上咧，大數據模型咧係一個通病，就係佢有可能咧會有一個叫做 hallucination， 即係出現幻覺。粗俗啲講咧，就係可能係會亂噏嘅。所以我哋點樣判斷呢個 ChatGPT 或者 DeepSeek 去輸出嘅一大篇嘅文章係一個好正嘅結果，定係咧只係胡言亂語一個嘅幻覺？咁呢一個判斷嘅技能咧係非常之重要。第三點咧，我哋要思考咧人類喺 AI 浪潮之下咧新嘅角色。
以前咧，我哋可能係會比較注重咧一啲基礎知識嘅積累，但係未來咧，我哋更加需要咧就係識得一啲唔同領域嘅基本邏輯。舉個例子，以前咧可能如果你要想做呢個編程人員，想做 programmer， 你可能咧需要識唔同嘅編程語言。咁呢個編程語言當然咧都係要學習咧，都係需要花好多時間。但係而家咧，因為呢啲 AI 係可以幫你去寫一個嘅程序，呢啲編程碼出嚟。咁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嘅一個技能咧，就係知道編程究竟背後基本嘅邏輯係點樣樣，點樣輸出嚟嘅一個代碼係行得通嘅，邊啲係行唔通嘅，點樣會係更加好嘅編程方法，或者點樣係可以去debug，即係知道呢個一段嘅編程嘅編碼，如果出唔到我哋希望要嘅結果，究竟問題喺邊？我哋點可以好快咁樣揾到個問題，跟住修正？咁呢啲咧係變成咗 AI 浪潮之下咧更加重要嘅技能。即係我哋唔需要咧係學一啲好基礎、好沉悶嘅嘢，我係需要學一個嘅架構，我係需要學一個邏輯同埋基本嘅思維，跟住咧可以將呢啲繁瑣嘅工作咧交俾 AI 去執行。我哋 LifeSync Robotics 公司咧係做一個骨科嘅手術機械人，採用 AI 嘅方法咧幫助醫生咧係更精準同埋更安全咁樣咧做手術。我哋而家手術機器人嘅 prototype 咧已經係做咗出嚟啦，已經咧係同緊幾間公立嘅醫院咧係進行緊合作，做一啲臨床嘅測試。